4年一次嘅全運會啦，佢哋對呢方面嘅運動都好關注同埋好重視。咁啊，今年我哋就入咗世界足演總會咧，落去香港。咁我哋希望顯示到香港嘅足演。全運會係一個4年一次嘅盛事，而作為香港人應該係積極參與嘅。其實全部嘅運動項目我都希望可以參與嘅，所以有嘅我都可以參加。點解嚟參加呢個比賽？因為本身都係一個足演嘅運動員啦。咁啱，今次我哋香港有機會去舉辦呢個全運會咧，我可以代表香港去參加呢個比賽，咁都係一個榮幸啦，就報咗名嘅。咁今次嘅全運會比賽就可能運需有啲同香港嘅比賽就唔同嘅，就係要3腳就要過網嘅。咁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啦。咁希望都可以攞到成績啊！咁我哋足演都唔係經常會有一啲全國嘅運動會嘅，咁今次就有得對足演項目嚟講都係一個好緊要嘅賽事咯。今次嘅賽事因為係全民報名參加啦，咁以往即係足演賽事都係喺港隊入邊選人咯，咁所以今次見到有好多港隊以外嘅球員都嚟選拔，咁所以對我哋感覺都幾新鮮。我要上全運。